云儿，你在这里干什么呢？我在为小蘑菇祈福呢。你求了什么啊？我只希望小蘑菇的伤势快快好起来。你就放心吧，有天目道长在，小蘑菇一定会好起来的。但愿如此吧。公主想必一定和天目道长有关系吧？我还用求？他怎么都是我的？就是，公主能看上他，一定是他几辈子修来的福分呢。师傅，师傅，师傅是你吗？师傅，你怎么知道是我？你什么时候耳朵变得这么灵？我也不知道，反正我就能闻到你身上的一种味道。不过我还挺喜欢这个味道的。陶公公来了。陶公公来了？没有啊。小蘑菇。陶公公，道长也在。怎么样，小蘑菇，好点了吗？嘿嘿嘿，还为我打你生气呀？啊，小蘑菇，我来给你赔不是了。来来来，你打我，你打我呀！哎，好了，不生气了啊？哎，你看，我给你做了一件新衣服，试试看。你做的？啊哈哈啊！哎呦，哦，好，哎呦，慢点，快给我穿上。行啊，小老头儿。挺合身儿。好，谢谢小老头儿。谢谢小老头儿。好，怎么困了？最近总是犯困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。那就先把衣服脱了睡吧。脱衣服干嘛？睡觉就睡觉。穿着谁？慢点。好，小蘑菇啊，等你病好了，我为你准备更多更好的礼物啊。道长，我看见小蘑菇的脸色很难看，他应该没什么事儿吧？小蘑菇的伤目前来看并无大。童已经杀死了犬妖。原本以为3日之内根本就不可能抓到犬妖，还是我们小看了天目童。
要对付天目童，还要靠太后。太后，太后最信任他了，怎么可能的事？哼！我早就告诉过你，太后不会相信任何人，所以我们一定要说服太后，逼天目童上绝境。可我们有什么由头呢？我听人报告说，他们在收拾尸体的时候，发现是一个太监。至于这太监是不是犬妖，谁又知道呢？又有谁能说这不是天目童为了缓三日之急而做的假案呢？哼，还是你办法多。天目童，犬妖案怎么样了？回禀太后，犬妖已经被斩杀，证实是失踪的太监所编的。是太监所编，还是你们随便弄个太监尸体来蒙混过关呢？启禀太后，犬妖是我亲手杀死的，杀死之后才出现真身。哼，谁知道是不是你们2个人串通好的呢？欺骗太后的事儿，我是万万不敢的。哦，当时乐平公主也在，我们可以找她来作证。公主也在现场，她去那里干什么？你也知道乐平爱玩，也许是去凑热闹了吧。这犬妖这么危险，这平儿也太冒险了。这还要你好好教训才是。好了，是犬妖案已了，这2天你们都可以睡得安生了，都退下吧。臣妾告退。喂，这案子都破了，你为什么还这副死样子啊？这犬妖的幕后凶手都没找到，恐有后患。所以你怪我了啊？我问你，你是怪我下手太快，杀死犬妖是不是？我可没这么说。你就这个意思。哼！为妇人与小人难养也。那天你不在现场，天目童制服犬妖的时候，那叫一个帅。天目童怎么都帅。皇后驾到！母后参见娘娘。母后，您怎么来啦？我正想去见你呢。昨晚去哪儿了？我哪儿也没去啊，就在这里啊。是吗？是啊。不信你问云儿。啊，是我亲自服侍公主睡下的。哼，大胆云儿！啊，娘娘饶命！你信不信我拖你出去打20大板？云儿不敢。来人！母后，是我让云儿撒谎的。说吧，去哪儿了？公主，我去看捉犬妖了。你。平儿啊，母后跟你怎么说的？现在宫中是越来越乱了，知道太后怎么说吗？让我好好教训你。母后，我知错了，让您生气是我不对，您责罚我吧。先起来吧。谢娘娘。我就知道母后疼我。这件事先这样。要是再让我知道你跟天目童混到一块儿，母后没得商量。平儿，母后都是为你好，你以后便知。
不知阁下深夜来访，有何所事？陶公公这么多些年在宫中也不容易，只要你能交出半张仕女图，我定保你荣华富贵。荣华富贵谁都想得到，可是我的确不知道什么仕女图。如果您知道图在什么地方，我倒是愿意去帮你找来。当日犬妖顺着麝香味儿搜索到这里，定是那个老糊涂在临终之前把另外半张仕女图交于你手中。那一定是搞错了。我前一阵子中饿难受，的确是去御医坊要了一些麝香，以解心中烦闷。误会，误会。小蘑菇，小蘑菇，小蘑菇，你怎么了，小蘑菇？2只耳，3小球，4条腿，5道纹，不会动。2只耳，3小球，4条腿，5道纹，不会动。小蘑菇，我求求你，放了小蘑菇吧。只要你能交出手中的仕女图，我就放了他。那半张仕女图的确是在我手上，我把它藏在……既然如此，我也不勉强你，我就让你死在你最心爱的人手里。快，去告诉云指挥，陶公有危险。是。为什么他对宫中的地形了如指掌？陶公公，陶公公！你对陶公公的死有什么看法？有一件事情是可以肯定的。什么事？剩下的半张仕女图，确实是在陶公公手上。哦，这老糊涂在临死的时候，曾经在我的手上写过一个耳字边。当时我并不明白什么意思，
在陶公公第一次受到犬妖袭击之后，我便想了起来，那是桃子的一半。当时老糊涂并没有写完。我事后去询问过陶公公，那半张仕女图的事情，可是他矢口否认。我知道他有难言之隐，便没有追问。可现在看来，确实是因为这张图。怎么了？我梦见陶公公了。陶公公，我好像闻到他的味道了，他来了吧？啊，陶公公，我刚从他那儿回来，兴许是沾上了他的气味吧。啊，但他怎么样了？他挺好的。啊，小蘑菇，早些休息吧。嗯。公主，你看起来有些不高兴。没有。你是在怪我杀了陶公公吗？其实我们本应该可以留着陶公公，慢慢的从他嘴里套出仕女图的秘密。你在质疑我？不敢。今天因为天牧童突然的出现，我并没有把陶公公的住处仔细搜查一番。你要以调查之名，替我再去搜查一番，明白吗？是。啊，小头。嘿，你们俩干嘛呢？像门神似的。干什么的？嘿，我原来就住这儿，那我来这儿又怎么了？我就，哦，小老头儿，小老头儿，你出来，你出来呀！吵什么呢？哎，云大人，怎么回事？这个小太监要闯进去。小蘑菇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我来找陶公公，你们的手下把这里都给围了。
还把乐平搬出来作证，他们胆子也太大了。太后，您啊，不能再这么纵容天目童了，再这样下去，他们什么事儿都做得出来。您啊，一定要给天目童一个惩戒，不惩戒他，这宫中上上下下这么多人，心里该怎么想，嘴上该怎么说？来人，传天目童。好。云儿，你是不是把杯子拿错了？我真没有，那就是老糊涂的杯子，而且我眼看着他喝进去的。我们来一天了。你先回去，我去陶公那儿拿点药。也不早了，云儿，你要是再回去晚了，公主又骂你了。那我扶你回去吧。算了，我也不是什么大事儿。天黑路滑，宫里复杂，快走吧。哦。那要不我就先回去了。走吧。走了。走吧。来飞，1、2、3。哇，这个好出水了！出水了！导演，云儿替我在旁边查数好不好？不是，你就划个棒啊！他踢，烦事儿。让云儿踢我吧。不是你。花瓣散开，掉落，风轻着断手。秋过，谁剪了黄绸？痴心的结太多，多情真难过。这爱恨的漩涡，谁破？若是过